中华鹿港的发展历史真长，这中华原文化资产协会伫咧年末呢，就举办用台语说鹿港街的活动，对这三项街行到灵山寺，介绍着这港口和地方的发展，而且上特别的就是用这鹿港腔来甲大家开讲。 虽然冷风一阵一阵吹来，但是大家唔惊寒。组织伫鹿港龙山寺听导览，中华关文化资产协会举办用台语说鹿港街活动，为三行街行到龙山寺，要来了解港口参地方发展的牵连。伊三行街迄边较早嘛是坑山坡的，就是算坑木材的所在啦。所以这个所在其实甲鹿港规个像是贸易嘛好啦，还是港口啦，其实拢有正大的关系。龙山寺嘛，拄啊伫这咱港队遮。 山嘛，为迄落大陆入来的时阵，拄啊到这个港队的所在，这搭才有迄落遐尼大的空地。鹿港因为港口贸易家业，早年有侪移民来遮生活，形成在地特殊的腔口。活动嘛特别用鹿港腔来开讲，了解地方历史。鹿港人讲话无相像，有一句话叫做讲，我甲家人放伫通开啊，行到半南下所拍干鸟，大家说一直笑吼。翻译叫做讲，我把剪刀放在口袋，然后走到半路。 它就掉了。阮希望过程内底拢是讲台语的情形，来感受着这鹿港风吼，鹿港的这特色。当透过鹿港腔来熟悉这物件，会当啊，真诶更较瓦近咱鹿港人安尼这个生活，感觉佫袂歹。 主办单位表示，鹿港伫1784年到设港口，发展历史久长，伫地方留下侪珍贵的文化资产。这边特别伫年尾举办台语行大活动，希望用鹿港腔，互大家听上在地故事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